谢谢。关闭集中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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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释放无辜的人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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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19年的喀什，冬天的喀什，街上10几岁到80岁的阿姨、妇女要被社区组织排队去干什么？去学习吗？去集中营？新疆的街头只有女人了。警察抓人需要 KPI， 没有人了怎么办？他们在清真寺门口贴牌子，叫什么招阿訇，年轻的男孩子都去招聘，只要登记了的，第2天一定就进去。点击所有 IP 在国外的网站的年轻人一定会进去。你有一天早上醒来，你身边的朋友就消失了，你的灵芝就没有了。他们真的